因为伫屏东东港的渔港呢，昨时来发生一件跌落海的意外。这是一个查甫人，伊骑乌多板呢冲对海行啊去，人甲车拢摔入去海里。这消防单位到呾犹搁咧找人。在地民众是认为讲，这个查甫人有可能是食酒，嘛有可能是精神无介外好。因那详细的原因，即马警方当咧厘清。 直升机伫天顶巡，救援人员驶着树林船、畅水味骨力倒吹。这是屏东东港渔港。昨暝暗时9点外左右，有一名民众报案，看到一位查甫人骑乌多摆对渔港的岸边冲，人甲乌多摆规个摔入去海里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出动敲吹，毋过无结果。而日头早佫出动11车18个人，2只树林船甲1只无人机投入救援。目前也未发现这名查甫人。他在山坡那边咯，随便乱叫。 叫有一群来的时阵，伊咱徛在头前，徛在伊起来，摩托车如果找到看他的车牌是哪里，叫那个警察看是哪里，叫他叫出来。有当地民众讲，这名查甫人毋知影是精神问题，也是啉酒醉，就忽然乌多摆骑咧，大声喊，直直对海里冲去，人和乌多摆先弄到肉粽角，才落入海底。落海的查甫人因为救援人员搁咧找，所以暂时无法度确认身份和年纪。屏东县消防局于昨日9点14分接获民众骑机车至东港海事后方红灯塔冲入海里案件，本局出动第3大队东港林边访寮加东，昨天搜寻至12点，并没有寻获。那今日持续在搜寻这相关的一个海域区域。消防单位今仔透早重整人力，继续找找这名查甫人。民间救援单位嘛伫岸边准备，若有需要斗3工会随落去。消防表示是自杀，也是食酒骑车无细意，爱搁等警方后续的调查厘清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